水桥人员摕着刑具发出声音，旧历4月20是关圣丰野圣诞。往头前算1个月，拢会管大家出来夜巡。着亲像是警察局暗时的巡逻车，对着境内无清气的所在，拢会去堵煞掠鬼。上头前有乌灵旗协助关圣丰退煞，路上会当顺时虎城4社门行遍大街小巷，替信众祝福保平安，嘛堪有供庙做交陪，亲像是前往守庙天大向药地参拜，当雅典祝寿。普祭殿的王尊抢台湾富圣丰庙来一场新民交流。5月3号即将举办台南300年迎城隍。那当然，刚刚献城隍也是过去府城隍那边跟他们交流一下，可能神跟神也是有事情要交谈。现在这个时间是大家出来的季节，所以很容易去遇到大家跟大家相碰在一起。除了全台首家关圣丰庙之外，一个王爷庙的大家嘛会出来夜巡。即天就拄到开地灯、开行灯的大家。简单的拍招呼了后，就继续示警，保庇万民。台南新闻所采访报道。